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讲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开心够用心，今日要甲恁讲的就是分手。哦，我那手分几种啦，士力车叫做乌手。哦，啊，过来呢，诶，做枪迄叫做三支手。哦，啊，佫有迄款的无，家己也无靠什么人，啊，家己安尼事业做个真好。迄个咧白手。哦，啊，有啊，啊，个营无创啥无？营无创啥哦，啊，就要讲分手啊。啊，喂。不是啦，这分手是讲，比如讲，对啦，我跟你讲，这分手。 咱丽丽较来，啊有经验，嘿，伊最近才分手，伊定咧分，啊无啦，伊毋捌啦，伊3年啦，跟你拜年，好啦，啊，即摆我若食分久你就经验啊啦，真久，敢若拢无正做安尼吼，才有几家地，分外，无啦。 即摆是要讲吼，这男女朋友吼，咧谈感情的时阵呢，安尼好来好去，爱来爱去，疼甲面甜啦吼。啊，唔通讲若要分手的时阵哦，什么暴力相向啦，什么要分尸啦，吼，破裂真个，睇到就恐怖呢。佮有拍裸照咧，对，哦，够恐怖你敢有这个经验没有？无啦，我无。我拍裸照。啊，要安怎会当互卖拍裸照？电话爱金花。真正有经验哦，电话金花用这电话照嘛，共款啦。 其实大家爱好来好去，是啦，爱有理性，对对对对，好，那讲理性啊，我去讲啥好聚好散，对对对，好来好去安尼就对，啊唔通安尼啊，较袂对就讲你若甲分手，我要甲你强啊，要甲你安怎，要甲你安怎，要规家伙安怎，迄绝对唔通啊。到尾你拢后悔啦，是就法律咧制裁啦。是啊，啊，就去关个头毛洗纱布安尼。啊，你拢安怎分手？我无啊，你不是有迄个女朋友嘛？在无啊，我唔捌啦，我嘛，真诶我唔捌，因为我的人吼都拢食孤单。我袂讲安尼食即啖食食，像有一个我的朋友姓高嘛，伊拢即啖食食，讲爱批评，啊即啖搁食食。三个货比三家不出亏啦，我迄个朋友此话不出后啦。我迄个朋友姓高嘛是安尼讲，货比三家不出亏啊。其实哦，我感觉会当长久是上好的啦。啊，那袂当，我感觉人讲分手快乐嘛，啊，下一个或许会更好，对吧？所以卖不准，好来看咱轻松又个趣味的调。当然啦，即摆生意真啊歹做，你啊看吼，对面啊，枪棍啊，喜喜叫，逐工就客满，啊咱遮呢，拢才50成尔，是要讲比什么鸡腿啦，哎呦！哎呦，阿姑，啊那安尼，咱这本迄用迄网络营销暗度失败，无效啊！人迄干那电话凊彩敲开就客满啊！你，搁想一个较好的 idea。我来想一个。阿姑，你敢有看过《海角七号》？有啊，真好看。真好看吼！你敢知影《海角七号》这出戏吼，穿开了后哦，足侪观光客吼，拢要去朝圣，要去看因大迄个小阁楼啊，所以观光客规个增加起来呢。哎呦，安尼拢客满啊！对啊。这 idea 袂歹哦，意思讲咱遮。我若叫一个这个剧组啊来遮拍戏，嘿，对。啊拍起来，咱遮互大家互食，啊遮这个送一个红包的。哦，啊你个用入境呢？哎呦，有影？嘿啊。啊是讲你敢有熟悉这款人？想看卖。啊，我有一个同学叫做嘉平，伊伫传播公司上班。安尼哦。我来甲问看。你甲开一讲诶。喂。嘉平吗？你怎么好？这个。嘉平。啊，你
是不是讲吼，之前你伫迄个传播公司里上班嘛？对啊。啊，你是毋讲吼，一出戏要翕？对啊。即摆敢有找着场景啊哈？哦，也袂呢，因为阮导演哦，伊讲吼要找一间旅馆来拍啦。啊，即马哦找足久拢找无，我家己嘛足烦恼的呢。安尼照片我甲你讲，阮阿姑吼咧开民宿。啊，真是的。啊是讲吼，你敢会来阮民宿翕？啊，阮阿姑吼会甲你赞助所有的物件哦。真是的，好，安尼我随来去，好，来。哎，糖糖来啊！啊，照片，啊，你著来遮，佮我接电话，无采我的电话，趣味啦。哎，甲你介绍一个吼，啊，这是阮导演啦。你，这是阮阿姑。阿哥你好。哇，导演遮少年哦，即么拢安尼啦，英勇拢出少年啦。拢该啦，拢该。这个就啊，这是阮同学。嘿啦，我甲糖糖是同学啦，嘿。坐起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拄好吼，我有一个新的 idea 啦，想讲要麻烦恁讲一期生意要拍，对啊，阮这间民宿，互你拍，啊，你拍阮这间民宿，拍阮天民宿。哦。嘿，啊，不但互你拍，搁互你住，互你食。哦。所以你要等于我去送一个红包互你。哦，真好。阮等下找无旅馆够配合咧，哇，这个赞。哦，爸你有够好诶。这，所以讲哦，这个摊面都摕了对啦。对。安尼好，无啥麻烦恁啦。无问题啦。这敢着搁写合约？免啦。嘿啦，导演免啦，家己拢熟悉你诶。看要爱食啥物，阮会拢会特别煮哦。哦，无问题。这写。哎，对。啊，谢谢，好啦，糖糖，谢谢你啦。安尼讲免偌久，阮天民宿都请假。是啊。再个第个，阮就叫人来哈。好，明仔载来。我来先来去啊。谢谢哈，再见。糖糖啊，哪会遐古水啦？阿姑，你敢知影？这安尼互咱省偌济广告费咧呢？即摆广告费真贵呢。差不多就要2-3万块呢。哇，安尼咱真正赚着啦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如果你走进我的心里，你一定会哭，因为我的心里装满了你的点滴。你妈，你忘了我也需要人陪呀。你妈，你忘了我也会寂寞。你妈，你忘了我在等你电话呀。OK， 好，哎呀，拍得太好。哇，演了足好，演了足好。我这支戏收视率就看你呀。哎呀，谢谢制作人，女主角选了对。唔敢讲。我跟你讲，这支哦，稳调的啦，比你调少来趁钱。啊，唔过，导演啊，这种啊，我感觉拄只我呢，行过来时阵无够优雅呢。安尼，搁互伊一届，搁一届。对。你已经拍1000遍啊，你搁一届。啊，制作，搁互伊一届的机会。我想要一届哦。啊，无戏拍袂煞啦，好。我尽量啦。好，来，记得，好，来。来，5、4、3、2。如果你走进我的心里，你一定会哭，因为你的心里，我的心里。骗你哇！哪无变过啊？阮咧拍戏，啊你安尼，因为阮拍戏，无法度拍落去啊啦。对啦，阮的人客吼，大家发巴肚枵啊！你看12:05啊呢。都嘛足枵的哦。我是落来看你到底拍了安怎啊？这点不好啊！你坐啊，惊的时间尔，你无法拍者。是啊，你安尼哦，人镜头安尼翕，哎
哎呦，袂当播出，啊，无法度看啦。歹势，无即摆变喏。你坐边啊，莫影响着。两面好，不要看无紧吼，是到边啊看，啊点点，我拖腰的吼。我两面好。拍片讲拍千外摆，会是讲吼，安尼嘛是好日子啊。因咧拍片吼，食大拢住钱啊迄边遐，含困嘛困钱啊遐。来咱这边拍片，到时哦，安尼咱算赚着了。咱这啦红起来，人大家拢知影讲吼，因伫遮拍片哦，到时咱电视来报数看到，大家要咱遮大，咱开心民宿这些就拼啊大赚钱啊了。伊是讲过啦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倒迄内当，佮甲咱吼，安排互咱两只弟仔去搬戏吼，哎呦，一声我愈红。哦，人会叫咱签名，佮甲咱翕相，安尼好哦。你像遐呢，拢甲风台了。哟，是啊，这要中风还是哦？都大牌啦。好来，赶时间。上尾啊一届，啊点点哦。来，拜托帮忙你哋啊，来去帮咱开讲较细声咧啊，莫搁讲话啊。这袂细地哦。来，5、4、3、2。如果你走进我的心，你一定会哭，因为我的心里装满了你的点滴呀。你忙，你说你忘了我需要人陪。你忙，你忘了我也会寂寞。你忙，你忘了我也天天民宿大。OK 啦。头那边迄边，像我这边，安尼我这边为什么拍到当时才会煞？你一个扛棒出来要创啥啦？哎呦，真正是哦，阮两只弟仔靠人后去边仔坐尔，啊你搁摕一个来咧吵。我一巴肚也到要死，等你拍手要食饭。哎呀，哎呀，导演你真正足无意思，我真正要甲你砍回。真正我生气啊啦！你安尼大阮遐食阮遐，你要转去我就搁送你一个红包呢。结果阮遐拢无拍到，拢伫因遮咧拍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无啦，头家，阮头一工就甲你拍这个砍棒，拢拍去啊，拢搞好啊。你这讲啥？敢若拍这个砍棒哦，啊，就要开遐尼济钱哦。我看安尼不如买啦，恁今仔日就甲我退房啦。不，你袂使安尼讲，你看这尔啊舒适，啊你那边吼，啊甲袂输迄个鬼舞咧。我是拍偶像剧，我毋是拍鬼片咧。你这讲啥？我遐有咧鬼舞啊！啊，不然恁遮无大家拢鬼啊！啊，来去佗咧，那即时甲搬出去。莫生气，我是讲恁那较古色古香，较适合拍古装的，啊这现代吼，较无适合安尼。生气啦！嘿啦。莫安尼啦，你这样就上好心嘛，对唔对？啊，拍又拍也困难嘛，啊，你既然就赞助因大，赞助因遮，哎呦，啊，差一工若明仔载就拍完啦，对个人趁，个人大只嘛啦，大只嘛。对啦，好人做到底是。恁这是你讲情啦，啊，就我上介意这你对讲情啦。哎，搁恁大一家。对。但是莫甲我讲鬼屋的。古色古香。多谢。哎，毋过吼，我有一个条件啦。啊？哎，这个条件简单，对恁来讲应该简单。就是阮这间天天民宿敢泡水，阮这开心民宿来泡水，啊，开这个民宿街吼，来泡真好。啊，搁阮这个民宿街这所有的景点，啊，拢爱敢泡入去吼。对，好啦，对，多谢。对啦，报告导演吼，我是讲，若迄个有机会，阮两个吼，干插一个角色啊，反正演者。恁两个？有。哎呦，看恁搬药啊，你介趣味我好耍嘞！你敢有法度？若有法度吼，我搁加一个。你嘛袂？我甲丽丽，阮两个演一段戏得啊。安尼会使啦。阮尽量安排。我想，咱两个演戏啊。好，安尼写好啊，哦，即摆拜托啊，吼，拜托恁啦，吼，感谢大家配合，吼，来，拍。滚跑咱睇。剧情拢讲好啊，叫人演，好演，最后一届啊，好来。来啦。哦。
三开始。青啊，你想干嘛？青啊，你别个放我走的啦！丽丽啊，喂，讲实在啊，其实我着案这个代志哦，甲你暗感足久啊。我安尼一世人哦，你对我真正都无享受到幸福，也有享受到快乐。不过吼，你唯一的就是讲我真爱你。我知影啦。丽丽啊，假使我若转去了后，我若去苏州卖鸭卵，你会用搁改嫁无要紧哦。我要做这种代志，我一定会甲天天民事，搁开始民事，拢甲顾好就好势啦。我知啦，安心啦。我虽然嘴安尼讲，我心也无可能安尼想啦。你莫哭啦。啊对啦。安怎？我死了后吼，你会记得讲吼，要叫管区的，啊去请这个检察官来甲我验尸吼。会啦，绝对会。哎呦，我要来去啊！我来啊！哎，安怎呢？袂啦，我还袂死啦，没啦，还有话啦。你哪别急啊，紧！我还有事细伫你这边。对。阿君的啊。阿爸。当时你叫阿啥？阿爸。搁一摆，君的。阿爸。我的事业你会记得，一定爱继承落去哦。我知啦，当然讲叫阿爸才有财产好摕啦。哦对啦。你有两间大间的企业，我知一间就是伫咧南口吼，文化3路2段，嘿，65号，做面脑泰式按摩，哦，员工哦要20-30个咧，大间的设备偌好咧，嫌我总共开500-600万。是。还佫一间伫咧泸州哦，中山1路。迄落做185号，迄汤啊鸡哦，全世界上好食，哦，我会甲你顾好啦。有啦，你哦，就爱甲这2间店安尼发扬光大。哦，这个泰式按摩这款会当200-300个卖安尼啦，汤啊鸡啊啥烘袂离安尼啦。我一个一个开开吼。安尼好啦。阿爸你要挑转去啦。爸爸。伊毋是阮孙仔来叫我爸爸。搁一摆。爸爸。喂。我有一个愿望呢，我穿遮水，我毋是要送你上山头哦。我吼，心内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会当做歌星啦。吼，我就希望会当入去全台湾上大间的台语唱片公司豪记唱片。尤其是吼，迄今年度吼上红的2个新人彭丽，还有陈水因唱的歌足好听的呢。迄间唱片我知，全台湾嘛剩你间尔。爸爸。你若去的时阵吼，我才帮你唱啦。要唱倒一条？今生只为你啦，有听的无啦？今生只为你，我一定好好啊唱啦。毋过，安怎？大，你讲的我强要吐出来。那就事实啦。毋过吼，好啦，我搁上尾后一个遗言，就是讲吼，我出山的时阵，希望吼会当甲我奏这条歌。今生只有你啊！阿爸，小弟，未死，我搁一个真要紧，最后一个遗言还未讲，我甲你交代一下，丽丽啊，喂，咱虽然翁仔某做遐尼久啊，但是咱当然拢毋捌相亲。丽丽。咱来斟一下。好啦。你若无爱烧酒，无要紧，无咱垃圾就好啊。垃圾。对。哎呦，管区你真唔好啦，唔好啦。啊，无，管区你较啥物，阮来斟一下。哎呦！看到这对这么恩爱的夫妻，你敢有足感动？若是有，千万唔通转，继续咁看落去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
各位乡亲，今仔要甲恁讲熟悉人惊生问题，什么意思？这就礼数嘛。哦。人讲叫礼数原在，虽然讲是朋友，但是礼数嘛是要原在。哦。伊若教咱做代志，也是讲也是报咱趁钱，咱一定爱包一个红包啦。哦，咱都有趁啊。系啊。是我敢若是讲讲报答一个。啊，毋过有的人不爱收啊。哦，当然咯。所以讲咱去买迄水果礼盒啦，什么礼盒，咱一定爱甲钱藏喺下骹。哎。嘿，啊，顶面拢看无嘛。哎，好办咯。安尼伊就甲咱收啊。嘿。咱收了，你就经过遐水果食完，才有经过一礼拜啊嘛。哦，啊，再可能现金。嘿啊，啊，伊就无法度再退下啊。哎，可能是讲当作伊家己坑诶。嘿啊，嘿啊。安尼就无代志啊，不滴食无做，但是。你即摆是咧讲过分噶？无啦，但是若做官人就袂使。啊，做上西官里长袂用收。啊对，你做过里长嘛？对啊。你捌过共收过？毋捌啦，真正拢毋捌。那收走你爱死啊！没有，不怪你这毋敢这个做里长。哦。是毋是有一个什么关系？无，迄等人甲摕来，你若无共收，用精。哎，啊，毋过大家拢支持你做里长，你哪无个继续选？因为吼，我较无闲啦。无啦，最主要恁某啦。好啦。恁某讲伤过忝，这个代志我知影。伊讲伤忝啦，你做里长，规家伙大家拢伫无闲。有影咧，是咧人动算。全家服务。一定有关啊啦，搁较安怎熟悉，搁较安怎好的朋友啦。嘿，比如讲哦，那需要爱有礼数的时阵，嘛是都爱讲会记的啦。嘿，别个讲啊，咱两个就可惜啊嘛，免安尼，安尼也免。搞唔正呢，家己的人啊你若礼数原在吼，大家拢看会起你。尤其吼，咱礼尚往来嘛。像讲人喜事包3000互咱，咱一定要包3000里以上嘛。爱包厢。对。哦，来，啊，这个囡仔有礼貌。你甲讲我囡仔真爽。规定哦，搁较安怎好的朋友，搁较安怎好的亲情吼，礼数吼都还是爱顾啦。是。哎，咻一个30分钟又搁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那个天天又开心，奉劝大家，不管讲是亲情还是朋友，基本的礼数我那是爱顾。人讲啊，隔壁亲家，咦，礼数原在。无过中秋，搁在阮斗相情。为何爱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？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秋月藏天顶。无过中秋，怎样搁再惹伤心？只有拜托月娘，替阮来求情。